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顶礼拜在台湾有一场游行，讲是为着野生动物而行这个游行，讲野生动物受到流浪犬的这个威胁。讲到流浪犬，你是流浪，我野生。流浪野生界线是分袂清，安怎你爱猫犬，搁爱有安全健全的生态圈？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陳真志。主持人你好，各位来宾大家好，以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相信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台中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的这个研究组的组长林文良林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和观众朋友来小可了解，到底这个流浪犬对着野生动物是安怎一种危机呢？国内野狗的这个数量已经超过15万只，保育团体讲啦，遮的这狗啊，那无呢威胁到这个交通安全，攻击其他的野生动物，嘛会变做小狗病。那炭病的这个来源就是因。那我们学者呢呼吁大家呢，莫搁再饲只野狗、野猫。根据救伤资料，过去30天对哪里威胁上大的原地是陷阱，即马已经变做流浪狗啊！因通常攻击尾溜，造成长尾，互哪里无法度照顾幼囝。也若今尾消失的山鸟，根据研究，每5只就有1只互狗咬死。流浪狗仔、猫仔也会甲山鸟竞争食物，威胁山鸟大的环境。本来分布范围就已经很小，被紧缩的动物来说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就是它本来可以利用的栖地，但是猫跟狗侵入之后，它其实就不太喜欢，或是不太能够利用。流浪狗仔和野生动物送入救伤单位的数量愈来愈多，学者指出，要减少流浪狗仔、猫仔的数量，上会通的方法，不是 TNR 掠起来绑架放回去，是减少家饲。只要家饲会延长流浪狗仔、猫仔的岁数，增加生育率。也有兽医认为，饲流浪狗仔、猫仔恐惊不是自卑，是责任。禁止喂食是最有效又经济的方法。不要喂食，它在野外的环境之下，一般而言它的寿命大概都是1到3年。可是你喂食的话，就是会延长它的寿命。创伤或者是疾病交叉感染的问题，它其实让流浪犬猫在野外没有动物福利之外，因为你的喂养，它延长它受苦的时间。针对目前政府按算推动示范计划，牵涉特定生态热区的流浪狗仔、猫仔，万野心竹生态协会指出，示范计划内容即马无公开，无法度检视和监督，呼吁主管机关莫阁关门做代志。记者林静梅、王兴忠台北报道。观众朋友呢，看到这个新闻大当中哦，其实这内面信息量真大，点出了这几个问题。头一个就是爱护这个流浪犬也好，还是保护猫啊，还是这个狗啊，宠物啊这种这个团体，乃至到野生动物，观众朋友可能也无了解，野生动物啊，甲流浪犬，这到底有啥物界线？这要安怎来分辨？我首先要来请陈老师讲互观众朋友来，咱这个定义小定义清楚，才才好来展开的讨论。是。咱咧讲吼，野生动物吼，其实伫台湾这个土地吼，离人还未到这个土地真正啊，这个野生动物应该在伫遮吼。啊，人伊讲的猫啊、狗啊，这流浪动物，因为是外口走来走过去，啊，毋过这猫啊、甲狗啊，本来伫台湾这个土地吼，伊无这个动物，这是人入来台湾了后，啊，另外刷，甲带入来，带入来，嘿，带入来了后咧，大部分时阵吼，是因为无好啊照顾，啊伊。但是有的时阵吼是甲放杀，凊彩拍远去，放杀去，啊放杀就好走来走过去，啊走来走过去了后咧，伊可能因为狗啊、猫啊是食肉嘛吼，啊所以伊可能对甲本来咱本土的野生动物会抢食，啊甚至会攻击这本土的野生动物。有咯，咱真侪信息就讲，譬如讲这个
高雄的这姜啊吼，是，吼，拢9%-90%。高雄的茶山对，茶山吼，茶山，像这种代志。但是到我真天真咧问啦，老师吼，在观众朋友嘛听那么爱笑吼，比如讲日久他乡变故乡啦。讲我这只狗啊，我若是踮遮徛久，我就是野生的，敢会使安尼想？其实吼，咱即马吼，足侪问题就是，因为台湾本土的动物本来愈来愈少吼，有一寡保育的。哦，像石虎啦，哦，像一寡迄落像咱讲的迄落羊仔啦、山羊仔吼，还是可能搁较迄落较稀有的动物吼，因为伊本来数量就愈来愈少。生存的能力也无够。是，伊即马狗啊，搁入去，伊会竞争，伊会抢食，吼，搁有空间，吼，另外一个会攻击，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吼，咱最近几年定来提起的。狗啊、猫啊会病吼，有可能嘛传互这野生动物哦。那以阮家己做的研究为例吼，即摆阮看伫台湾的野生动物吼，尤其是食肉迄类的野生动物，人咧讲的马类的吼，还是石虎，伊感染足侪本来台湾无的病。啊，这台湾无的病，因为狗啊刷入来了后，伊慢慢甲这个病传去互野生动物。啊，所以野生动物的数量愈来愈少。啊，然后咱的规个环境，对，因为这个野生动物的数量愈来愈少了，伊的规个生态，所以会脱生伊本来无的这个病，是带病吼。是。咱节目当中，咱请到这个贵船吼，咱这个执行长吼，甲观众朋友讲啊，咱毋是要来讲这个对立，咱才来看讲这个问题到底免在厘清啦吼。譬如讲，咱保护咱。流浪犬有人摘做，譬如讲，甲狗啊，还是猫啊，摕来甲绑起来，啊，互伊去野生，互伊去安尼脱生，在都会区啦吼，都会区可能较无即种对着野生动物的威胁。啊，乃至到譬如讲较草地所在，吼，咱就看有真侪数字会当来展现。我毋知影，郭执行长，恁是安怎来看待这个代志？我自己啊，大概是从2005年左右，其实就在关心这个游荡犬的数量的问题。那个年代其实真的没有人出来帮野生动物讲话。那我们当年呢，要让社会大众重视这个游荡犬的问题啊，都只能说狗可能会侵扰到人，或是狗本身的福利的问题。那其实近年来呢，加上了一个更重要的这个理由，就是其实需要保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更需要去重视怎么让游荡犬变少。我觉得这其实也没有对立啦，真的是无冲突啦哈。对，其实是多一股力量，多一个理由。因为我呢，我们从关心这个议题的第一天起啊，其实就是希望外面的游荡犬变得越少越好，变得少得越快越好。那是多了一股力量去重视这件事。啊，他在新闻大内面，这专家讲啊，你敢若甲绑起来了吼，啊，甲绑起来野外，啊，其实比起到讲你着完全吼，莫甲饲，吼，伊可能寿命会减较少，吼，啊，会较这个数量会较降低。你敢有赞成这种讲法？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说，喂养这个事情啊，其实要去控制它，我觉得在实务上非常非常的难。就像大家比如说抓违规停车好了，就是现在都罚得这么重了，到处还是有人在违规停车。那我自己的协会，其实我们想要帮狗结扎的时候呢，也会遇到有人一直喂，然后我们会跟他说，我就是要帮你的狗结扎，你在喂的狗，你一直喂饱了，我们抓不到，请他2天不要喂。就2天1天不要喂，不是永远不要。他甚至我跟他讲，我今天在左边喂，他晚上就跑到右边去喂。你嘛真为难了，对吧？对，所以我自己真的有碰过他，从每天出去喂狗到某一天他终于不喂了，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发生？其实是我帮这样子的人呢，把他喂养的狗全部结扎了，甚至呢他周边的区域，因为我们协会其实做的事情啊，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基隆整个区域，从家犬到流浪犬，我们都扎到80%以上，大概在过去6、7年，所以我们弄到根本没有狗了。所以我有认识一些喂养人，他停止喂食，其实是因为没狗了。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在这个公共政策上啊，就是喂养它当然会衍生一些问题。可是呢，其实如果要用禁止或是减少喂养去减少流浪狗，我觉得有一点鞭长莫及啦。因为我们自己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也没那么严啦。如果可以定说你喂食，我就抓起来关1个月。这样吼，我必须要给你打断，我问一下吼，就是讲你他所描述的，恁做的，这拢伫都会区哦。啊，那草地所在，比如讲苗栗，他拄仔老师也讲，迄石虎，还是讲迄个人去饲迄个山羊啊，还是迄茶山的这个羊啊，啊就真正叫流浪犬去害死。其实我们不是都在都会区哦，像这张图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桃园中坜做的，就是遇到的一群狗。而且呢，你们看这张照片，可能会觉得啊，流浪狗，其实不是，这个是这个照片后方的农田里这个主人的狗。就是它是有主人的。那我们协会做的结扎，其实也不是只结扎没主人的，有主人的狗我们扎的更多。那这个人就是他的狗不结扎，然后我们到场他就生了8只，然后呢，接下来呢，在短短的2、3个月内，其实这些狗就被送养出去，被他丢掉，然后拿到收容所又被别人认养。所以这张照片再过半年，其实多了8个地方，又有8张这样的照片出现，就是这个是。我们其实最常遇到的问题。但是您协会是几个啦？什么？你们协会有几个人？不好意思，我们协会现在有40个人。啊，敢有够就比因脱生的速度，敢有较恁甲拔起来的速度有较？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有在这样做了，就是像我刚刚讲这张要讲的，其实是说北北基桃不是都会区。其实真的是都会区一小块而已，就是这张照片的环境，大家看了不会觉得它是都会区吗？我们在北北基桃处理的狗啊，8成都是住在像这样子的环境的，就是其实北北基桃不是真的是都会区。但这样我讲的，比如讲苗栗的，你哪敢有能力通做到讲苗栗去？我们现在已经在新竹了，然后预计2025年的6月会开始苗栗。好，我先停在这，我请教了林组长吼。组长，你的立场是认为讲，如果咱啊，譬如讲，那像这个过这行长，因咧咧做这个甲绑起来，啊，搁绑回去，吼。但是因无去，恁敢有去甲饲？没有喂食嘛，吼，无喂。这个动作，还是讲这种形模式，你有赞成无？还是讲？有其他更较好的方式，然后有人讲啊，规矩拢掠来，规矩太死。咱台湾嘛无可能，咱即摆要练菩萨的，哦，要做菩萨啊，唔是说练菩萨啊。来，我简单讲啦，就是狗啊、猫啊掠来绑，你甲绑转去，伊嘛是会加野生动物啦。伊袂讲我今仔去用绑起来，我就袂去加嘛。所以其实阮的研究是安尼啦，阮过去收容的。收治的这野生动物受伤的，伊甲啥物有关系？甲流浪犬的数量有关系嘛？啊，头拄包括讲，咱过执行长有讲着讲，主持人问了真好啦，都会区甲非都会区，因为你即摆狗仔会做的所在啊，真侪拢是一个人口密度，伫个较庄卡的所在啦。啊，这狗仔是安那的？头拄咱过执行长嘛有讲嘛。有个人饲，伊就无爱负责任嘛，所以伊即摆因咧做的是真正对狗仔的控制是小可有帮助，就是讲伊若加犬，伊嘛要甲绑嘛，对吧？问题是有当时啊，譬如讲伊头仔迄个板仔就有写着嘛，袂负伊就8只就出来啊，所以伊当年咧看的速度绝对无可能，咱以人的控制力量会甲控制，因为即摆狗仔问题毋若干那野生动物的问题嘛。你即摆去看，咱面册内底真侪社团，吼，真侪社团，好比讲啥物，我是中立人啦，我是淡水人，定定拢有一箱狗仔讲，要爱狗仔无？所以即个问题，伊生的速度都无可能比你绑的速度搁较紧啦。一只狗仔狗母1年伊就会生，1年生2水，对无？啊，一水咱讲的土狗仔5只至7只，你甲明年头拄受迄。新闻阁有讲嘛，伊甲明年伊1年至3年的寿命嘛，伊甲明年伊就上起码有2只母仔会使生，等于是因的妈妈咧生囝，因查某囝嘛咧生囝，所以伊迄传的速度是非常之紧啦。啊，伊这毋但对野生动物有影响啊，对无？譬如讲，咱即摆囡仔去互狗仔咬死的，
老人去狗仔加是嘛，毋是讲都会区哦，新竹即件老人去加国赔嘛判出来啊。这毋是发生伫人住的所在，你若较头仔主持讲的，若较庄卡的所在，好比讲咱伫咧中华好、婚宴嘛好，伊的产妇较侪，迄偌侪人去受到狗仔的攻击，迄咱真正是无法度去把握着啦吼。所以我想法是讲，即个速度做即件是会使，问题是嘛，有较积极的做法，进一步的做法啦。我是感觉讲，食物甲断绝是一个较直接的方法啦。因为你狗仔伊食饱，伊那像过这园长，伊嘛无咧饲啊。因咧我无因咧做，我是感觉是无毋对的物件。伊甚至连家禽伊拢会鼓励去甲绑起来。我感觉这是对的做法啦。因为所以咱就大声讲，提拢大家毋通饲哦，安尼啊。因为饲狗仔的问题是，伊毋若造成咱人野生动物的危害，伊环境造成的污染嘛是真正严重啊。迄毋是干那讲，因为因遮饲。咱即摆拢是爱狗仔的人嘛，我本身嘛有饲狗。狗仔你莫互伊伫外口流浪，受风吹雨打，咱就是甲掠倒来厝里饲。啊，毋是讲我都想要狗仔厝里无法度饲啊，做我来提补也饲了，互这狗仔食较饱。迄不对嘛，迄毋是咧照顾一只狗仔嘛，迄毋是咧讲顾即只狗仔。动物的福利嘛无够去啊。对啊，伊今仔食饱，伊为着要来付即顿讲哦，有人伫溪某饲，啊去互车弄死，伊嘛有可能啊。啊，过来就是伊这饲料，毋是咱即摆咧拼饲料，毋是干那狗仔猫仔会来呢。果子嘛，什物野生动物嘛来食这人工的食物呢？啊，头仔咱教授有讲嘛，你本来野生动物都本身就有挂一寡伊台湾的疫病嘛，对无？伊若两个小话，迄种物件迄无人敢挂保证啦。等于是讲你做这物件，伊的后手的无好的影响更较大啊，所以这拢爱考虑啦。就我来刷来要请教陈老师吼，陈老师，这到底吼，譬如讲流浪犬因身躯会带病，还是讲会产生来这个小狗病也好，其他的这个咱的这个研究里面吼，到底像他安尼讲啊，这个无解呢？即个讲啊，大家卖饲啊，这园长伊嘛是苦苦啊，踮咧绑起来，绑不胜绑啦，吼啊拖死，啊咱嘛无法度甲拢甲枪杀啦，啊这就敢若用大声讲忽悠啊尔，啊佫有其他什么方式较积极的？是咱咧讲啊，要管理一项代志吼，你袂使甲挖靠一个方法安尼啦，然后有当时啊，咱来有无共款的方法去做伙去做啦吼。咱即马台湾主要就是靠甲绑起来嘛，哦啊其他咧。咱有台湾个迄个收容的中心嘛，吼，像迄流浪狗啦，吼，猫啊，啊，即马拢抹起来啊，啊，拢抹起来，政府一直开钱咧去新的吼，前几工有一个新闻啊，讲去一间新的吼开几亿，吼，啊，这个几亿伊会使收容即差不多400-500只安尼啦，吼，啊400-500只，一日就抹，一两个月就抹，啊，去开4-5亿，安尼逐个县政府起几间安尼，所以咱即马有足侪收容的中心。啊，啥啊拢满，啊无法度有这空间出来，哦。主要是哦，咱政府有一段时间哦，拢讲咱袂使甲做安乐死，哦。啊，有诶破病足严重诶，嘛袂使做安乐死。人有诶破病，我甘愿来做安乐死啊，我家己去住家己吼。这有诶国家是合法诶，吼，有诶是台湾无合法，啊，有诶有诶国家是合法诶。啊，这动物伊咧已经破病足严重啊，吼，啊，真正是。人咧讲生不如死安尼啦吼，啊嘛袂使做，啊伊就无这个空间出来，啊问题是这活咧有较好嘛，其实无较好，足可怜的。你看下，我有一个计划吼，定定爱去一寡收容中心吼去采样吼，迄看迄狗啊吼，真正是生不如死，啊所以你空间嘛无出来吼，所以这边怎处理，这大家这真正是真正有一个方法吼，慢慢甲这个动物吼，慢慢消化掉，啊，所以老师你言下之意就是讲，如果那收容所吼，那破病，还是讲评估讲较不良，那必须爱互安乐死。是啊，是啊。哦，咱来看这个图表吼，我先讲这个图表，这顶头吼，犬66、46，这毋是66只、46只，这是100%啊。吼，66%、46%，就是讲我收容，我还佫有通啊收容34只，34%啦。啊，但是台北市啊，165就是超收啊啦，吼
啊猫咧，哇，227，是，吼，这台北市哦，这是上济哦，啊，乃至到桃园115，啊，到148，这有影收容所是拢满起来，拢满去，啊，都起起来。但我就想讲，佫南投县吼，佫无焚化炉咧，咱爱去真济这收容所。是，所以你收容所要有迄能力，你爱收嘛，你外口流浪的狗啊，收嘛是甲裂开安尼嘛。对啊，是啊，啊你另外一个方法啦，像我外口的狗啊，愈来愈济啊，哦，啊有的所在是我住庄卡，我嘛饲2只狗啊，我带来散步。差不多时啊，就看到一群新的狗仔出来，一群流浪狗新的出来啊。是安怎？大家有法度，狗仔来我甲放掉，狗仔来我甲单掉。所以咱政府对咱一般民众，伊咧饲这个宠物吼，这狗仔猫仔，咱的动物保法有要求啦，咱爱登记啊，啊政府爱去甲查。你有好好甲照顾无？啊，这显然的人力不足呢。这法律有写明的，有写明的，法律有写明的。无人力，通好去查去啊。是，所以这边要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无啊，就像这好心的这过节乡长，因就是安尼个个做。是，啊，你啊，人咧讲啊，你上尾啊所在，你他伊啊想要控制掉，就难的。你爱为头，源头，对，源头，这为头开始，吼，你为头，你要哪个卖互伊？民众啊，饲着狗啊，无爱饲啊，我甲单掉；无爱饲啊，我就甲单掉。所以这爱开始为源头甲控制起来，你尾啊去甲收，唔才有意义。但是这吼，我想讲用道德保育应该是无困难，这就困难，无法度啦。对，伊整个所在无人看得到啊。这样对。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么困难，就是我们协会过去7年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协会的起源呢，其实是我2015年的时候去了这个协会，这个联盟，它是一个国际的学术性的联盟，然后是专门在探讨游荡犬猫的族群管理的一个联盟。那里面其实都是专家学者，然后是有9个国际的大的组织。那我们去那边呢，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其实就是真的可以让游荡犬数字快速下降的是我们协会一直在做的这个叫做游荡犬高强度绝育计划。那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子，就是台湾其实有尝试在做结扎很多年了，但是以前大家没有做到几个重点，就是我这张图上面有讲，就是你的绝育计划，第一个你要制定计划的区域，然后你要有时间表，然后你的对象呢是有主人的、没主人的，只要是没有好好管理的狗，全部都要结扎。不管你有主人无主人。对，然后呢，短时间之内一定要做到80%以上。所以我们在北基桃都是尝试每个区域，像台北市是几个月的时间，基隆也是几个月。那新北、桃园我们是在2到3年间，整个这样子全部扫过去一遍。那扫过去一遍之后，其实我们在台北、基隆的成效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台北市啊，1999的民众通报去抱怨流浪犬的问题，其实减少了89%。然后呢，幼犬的入所啊，也是减少了89%。那所以台北市的收容所现在就几乎没有小狗。那基隆也是一模一样。但是咱今麦看到这数字是165%的，是超收哦。这个其实会跟每一个就是公立收容所收资料的方式有关，但其实台北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到小狗，那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外县市啊，除了北基桃，其实收容所是满满的幼犬。所以这样对你的意思是讲，这个数字是不正确，165%不正确。据我所知啊，这个每个公部门的收集资料的方式，我真的看过很可怕的落差。但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啊，你一个收容所里面，如果全部满满的都是半年前才生出来的小狗，这个收容所不是在做白工吗？你一直收都是刚出生的。那如果这个收容所里面都是一些他长期收容的老病的，然后小狗偶尔才1、2只，这个地方才是真的有效的在管理，因为没有狗一直出现。所以这样就你头早有赞成，头早这个陈老师所讲，就讲那是较老病的，有苗人的，就是讲有破病，应该爱做某种程度，但是治疗拢治袂好，爱互伊性命爱互安处。你跟我们赞成？我自己本身是兽医师，我们本来在工作上就会给饲主这样的建议啊，就是他真的是身体，比如说老了、肾脏坏了、长肿瘤了、心脏病等等。所以你冇赞成？这个真正达到在医疗上需要安乐死标准的狗猫。
本来就是需要，因为这个其实是他需要的医疗。好，我简单讲问一下吼，咱譬如讲你头下所讲的这项的效果袂歹，那如果你甲政府争取，或者是讲甲两位老师来合作，讲好，咱来找一个草地所在，咱来试看卖，看有头有效来控制、来降低。譬如你头下讲的，第一，爱短时间之内爱达到80%以上，吼，而且这数量爱降低。恁敢有去甲？因为我看恁协会40人，我人手嘛无够啊。我们的计划从2016年就是跟政府配合，我们跟现在是农业部，以前是农委会，然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基隆的市政府。那今年开始是跟新竹县市政府也开始合作。那这个方法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建立，也把团队建立起来了。那我们现在其实是更积极的，希望在全台湾各处有办法继续做。像我们这个月其实也有在辅导、指导南投跟苗栗的团体开始做这样的计划。那其实农业部那边一直都很希望像我们这样的高强度绝育计划可以全台湾都有人做，只是这个东西真的要把眼光真的放在这个80%跟家犬绝育的重点啊，就是以前其实很多地方的结扎计划，大家会忍不住要去救援，忍不住要去收容，所以整个团体对，所以每个对啊，所以最后都养了很多狗在自己的协会里，那结扎的力道就没有办法上去。迄种无法度彻底来执行啦。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安尼哦，那靠恁这个协会吼，40个人的能力啊，跟你。限不限？即摆的野生动物会叫家事啊，吼！这种物件，敢有阶段性的做法？我要请教的林老师，有这个阶段性的做法，比如讲茶山。来，我跟大家讲者吼，这照过执行长因的资料啦，无毋对啦。你若讲你伫区域内底80%吼，啊个封闭的环境，你这流浪犬的数量。确实伊会降低，吼，问题是咱即马台湾的所处的环境，就是咱连60%可能都无啦，60%无，所以你即马你若维持60%，你这16万只，可能到明年是维持16万只。你若无到60%，歹势，伊明年就是17万、18万，因为头仔算过嘛，伊的族群的增长就是安尼。啊，即马头仔主持人讲的讲草地，因为咱即马。所面对一个大问题，这16万只是安那来？农业部伊嘛无一个明确的讲法，讲这咱这狗啊是。我嘛真怀疑说。这大家拢怀疑啦，这我讲一句较实免小骗，就是讲你为早期14万只甲16万只，我的推测是讲因即摆若出去掠狗仔的吼，分狗仔伊一阵狗仔10只，伊掠着2只，8只无掠着，用回推用杀的方式去做，所以你即摆变成讲。头仔过执行长咧讲的这80%以上重要是伫倒位？你知无？迄100%偌济，你的母数伫倒位？咱根本就毋知嘛。所以你无迄个80%这个物件嘛。啊，民众上有感的就是我下饲的鸡去互加母死。无叫加。嘿，加死。啊，阮老伙仔出去徛伫要倒来补啊老血老汤去互狗仔弄的。过来高速公路局当年咧统计。伫路的面顶去互狗去互车弄死，落杀上最第一名就是狗仔。所以民众的看法是真重要，伊的感受嘛，伊的感受狗仔就比过去较侪嘛。迄毋是讲我感觉较少，迄毋是讲迄是民众，因为伫迄地方，特别是苗栗以南遮地方政府，你无可能用遮钱去处理。头我讲，咱的收容的站，逐年拢咧起，问题是咱的收容的量能吼，这量啊，逐年拢超过。那会安尼，我去愈侪，我继续收超过，迄就是表示讲伊的量变济嘛。所以你量变济，头仔佫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咱这流浪犬几乎吼大部分拢毋是品种狗仔啦，毋是迄种有名的狗仔，迄你源头管理、繁殖场管理，你是管理着迄什物腊肠狗啊、贵宾啊、体力啊即种的。你迄流浪犬拢土狗仔嘛，土狗伊主人都无。拢爱哪个啦？爱哪个啦？我讲如果实在，阮兜狗仔实在当做工具的嘛，迄草地就是当工具，你咧顾厝、顾家、顾过真远的。若狗仔无去，我感觉单教授讨两只就有啊。所以迄个物件是一个大乌数，迄根本连国家可能都毋知迄数量是偌多的。迄你根本无去。
你草地你无去问，我举一个例，我若是咧小狗病的疫区吼，你去注狗仔的小狗病的疫苗是免钱的。啊，当年公所就会去，比如讲一个乡公所讲，里长会宣布啊，后礼拜伊市政府要来拄啊，你迄本来无的狗拢出现啊，就是伊主人伊无想要去注这疫苗，爱开钱嘛，啊政府若免钱，我甲蒙带来注，所以迄乌数偌济，动保处应该手头拢加减拢有这资料。我感觉第一步啦，上重要一步，你爱甲民众说明讲，你这16万只是为倒来，咱才有法度去讨论这80%，这到底是毋是80啊？无的确，咱做规步，伊的母数是比你想的搁较侪，说毋是80，迄变40%嘛有可能啊。所以你这个源头爱先甲这个量定出来嘛，你安那做出这16万只的？吼，我感觉这才是目前上重要。过来就是像陈老师讲的嘛，你有的狗仔破病，为到伊的生活品质都无到遐，腰子病、心脏病，这无去注预防针，无去食头痛药仔，这你搁甲继续收容。你甲收，等于是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健康的狗啊！大家关做伙，喂来喂去，迄拢无较好啦。所以我感觉该必要的做法还嘛是爱做。所以他都即个组长讲到即乌素吼，即个乌素的量，敢有即种学术上的即个统计方法，通来掠即个乌素？咱乃至到讲有即个确定的乌素，那国际园长伊咧做代志较有目标，较有意义嘛。啊，即个乌素敢有通啊估量？有啊，即你咧科学上吼，咱有即个方法去会使去啊算看卖啊偌济量啦吼。我举一个例吼，阮为旧年为2021年啊吼，伫苗栗咧做狗仔数量的统计啦吼。啊，阮用的方法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实际去算叫偌济狗仔。啊，毋过足了解的啦吼，我那足济人一只狗仔去甲认。一只狗仔认，一只狗仔认，逐礼拜等甲看，啊有诶无去嘛，啊有诶新来啊，新来你伫文化村咪隔壁伫堆来的，啊，尾算出来，同一个时间哦，阮看卖啊咧，即狗仔吼，第一年算出来吼，有差不多60%诶，迄个结扎诶比例吼，啊，第二年慢慢减，第3年减我剩33%，33%无效啦，33%就是100只母狗啊吼，内面有差不多60几只。会生，迄就无意义啊！迄无意义啊！吼，人咧讲咧80%以上哦，定定吼科学上哦，定定咧讲即70%话讲70%话讲80%啦，啊，毋过毋是1年尔呢，30年呢，爱连续30年，30以上少爱15年以上啦，啊，大部分看到差不多30年啦，30年啦，哇！啊，这国际园长，恁这是职业呢？是啊，这足艰苦，这辛苦的呢，足辛苦的，足辛苦的呢。没这么困难啊，就是因为他这林组长也讲，这可能这摸索了不一定对呢。因为啊，这个东西是这样，我们这个计划，因为你要讲求数字嘛，所以我们不是选择台北市、选择新北市，我们就马上开始做。我们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全部的计划进场前都会先做族群调查，就跟刚刚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会去调查这边有多少的犬只，然后呢，这边的母犬结扎比例是多少。像新北市，我们开始做的时候60%的结扎比例，然后呢，到了桃园45%。然后我们最近到了新竹，新竹居然表现比桃园好，新竹的起点是53%，然后但是必须要推到80%才有效。那我们正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啊，像新北跟桃园正在做的时候，我们协会一个月大概要结扎250到300只狗每个月。那但是整个我们是一区一区做，所以像新北是29个行政区，桃园是3个，全部做完之后，接下来的确还是要防守，因为还是会有外县市的狗送过去。可是那个时候每个月，我刚才想讲，你那一边爱绑，一边爱防守安尼，你人手敢有够一天一个月250只到300只，其实真的是足辛苦的呢。就是你把那个重点都放在母狗上，其实没那么难。我们的人出去眼睛就是看母狗，
瞄过去，10只狗，2只公的，2只母的，母的没结扎，重点就剩2只。然后抓狗的速度跟饲主沟通的速度，整个手术的流程、接送的速度，那我们也很仰赖电子化啦。我们全部的系统是用那个特别的 App 做记录，然后整个用电子化的系统去做，所以这些科技会帮助效率变高，才会变成说40个人可以跑。即安尼讲起来呢，这理想着，但老师你敢有赞成讲无来做一个试验？到底这区内面，这安尼做啊，封闭性的、封闭性的，吼，啊，甲野生动物的这数量安，你敢有赞成做这种试验？还是讲其实学术上已经有确定讲，啊，这安尼做是无效的？要看什么目标啦，吼。咱若讲要保育野生动物，吼，咱无都开30年去等这物件，吼。咱都随爱去做。因为野生动物是延续的一个族群的性命。对，你都爱随处理啦，吼，随处理啊，所以即马农业会啊，即马农业部啦，吼，农业部想要甲这较侪野生动物咧分布的所在，小可甲减落去啦。啊，要减落，这问题是即马要怎减？大家无啥物方法。你要减落，你要收起来。唔敢抬。对啊，你要甲掠起来，要放一堆，哦，嘛唔知影去啊。所以问题即马吼，大部分咱的野生动物哦，拢是荒郊野外。荒郊野外，即马过理事长吼，这行长吼，我毋知伊个所做的所在是较市区啊，市区大家可能就较乖，知影这我的动物吼，我会甲照顾好。啊，毋过野外吼，较这个庄稼所在吼，咱讲真诶吼，我定定看到吼，迄狗啊吼，定定等来等过去的。我拄仔讲的，我伫石虎吼做苗栗遐做的实验吼。咱2年了减遮济，问题就是，阮逐个月拢有新的风弹入来，拢有新风弹，爱弹入来，啥物时阵弹入来，咱嘛毋知，咱毋是一感觉，毋是逐个拢看会到的哦。所以伊要当时要弹入来，啊是庄稼所在，所以吼，咱这个民众吼，照顾动物咯，我看你嘛饲2只狗啊，当做宝安尼啊，问题是，毋是逐个民众拢安尼啊。所以伊想要弹，伊就弹。所以咱政府在教育方面啊，咧法律咧执行方面啊，嘛是爱加强。为伊莫安尼想要弹就得弹出来。组长，我要甲你请教吼，恁这保育协会内面，除了道德劝说哦，道德教育，乃至到讲，譬如讲，他陈教授所讲的，就是。已经有某一个生态圈吼，内面已经有产生危机啊。因为这族群登去就是登去啊，因为登去就是登去啊。啊，马上爱来做啥物这措施？你爱呼吁政府讲啊，无就紧掠起来啊，上无紧张起来啊，看是要，但是咱佫无法度菩萨，这我实在是想破头壳无烦恼。我要甲大家讲吼，台湾做保育吼，全世界我感觉是真认真啦。这哪里全世界非洲、亚洲的哪里洲拢族群拢已经下降，甲伊拢已经袂药引嘛，对无？独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的哪里的族群数量是咧增加，族群数量的增加，你看2008年，咱台湾开始禁止用箭啊啥，迄拢是嘛是爱感谢咱这狗仔猫仔团体，因的力量较大嘛。禁止了后，咱这数量增加，结果增加了后，咱即摆若受伤的哪里内底有6成至7成，以大量市来讲是狗仔咬的。啊，你若狗仔咬的大只，伊会砍你咬，你买4%无去，袂要紧嘛，抑佫有机会转去野外。啊，若像这细只，这咬落规个尾断，迄就下课啊嘛，下课啊。过来治病的问题啊，这小狗病的2013年，咱台湾爆发这臭血麻的小狗病，这拢是甲山顶的狗仔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阮即摆咧做野生动物的部分啦吼，阮拢会去山顶甲遐农民苦劝，你的狗仔，拜托的，你这狗仔会使绑就尽量绑。阮咧讲的绑，毋是讲结扎，你甲约束起来，莫互伊四界乌白走。狗仔即个性就是牵绳爱牵起来，爱甲牵起来，因为伊这山顶的狗仔，因农民拢讲话，我狗仔绑起来，伊就无法度。顾果子园，伊顾果子园的原因是啥？有一寡猪仔会来啊，高山仔会来，伊要赶。我讲，嘛啊拜托，因为你这效果无效以外，你这出去，伊嘛袂甲你真正甲你做你的工课啦。伊就出去弄榴莲啊，甲隔壁斗阵啊，就去因的娱乐。因的快乐啊！因的趣味是啥？趣味就是教动物啊，甲育药材啊，这2项山顶的趣味尔嘛。所以这吼，我感觉讲，那政府无爱用菩萨，无爱用安乐死。
你上起码农民教育，迄第一线你要去做。你一定爱去透过乡公所，还是镇公所，遮的兽医师，还是遮农业的专员、里长、里干事，迄爱甲宣传。啊，咱即摆我头仔讲的讲，迄这16万只要安怎来？安怎来？咱唔知影。其实咱会使点着是人会教会着、会行会着的所在，咱会有法度去发现。你若伫咧山区，你根本摕袂着，你要安怎？你爱透过人去直接去问看，问讲才有啊无？无吼，狗仔陈教授嘛真了解，迄狗仔一工会使行几公里。你即摆你遮白了，因讲的所谓的真空了后，照你讲，我回治就无狗仔会入来。啊，其实你掠去北的时间，人反正就会窜入来，就走来啊，狗仔则够走的啊。所以咱即摆，我是感觉讲，所有的办法，头仔教授一开始就讲，所有办法爱用复合式的嘛，给。每一种方法拢爱去思考，拢爱创，拢爱思考。啊，你包括讲，因为过境民可能较无去庄下、大下到，毋知讲第一线的困扰就是迄山顶过境，因无可能去嘛，绝对无可能去迄山区，讲去啊，约迄10只、20只，无可能，迄无主人的。迄有主人就是伊腹肚枵，甲等于因厝爬2嘴仔饭，就去走出来弄榴莲。迄种山区的流浪狗是真济，所以毋好讲这数量，咱爱去较。明确的去讲，这数量是偌济，有法度互像过执行长因咧去做50%偌济，是迄%，伊即摆讲50%。才会较正确。系啊，伊反正是60%甚至40%尔，因为你迄母数伫倒，你都毋知影。即我请教执行长吼，恁敢有去过即个真正的山区内面去做过这个结扎？我们这些年来发现结扎的状况最差的在。桃园复兴区的巴黎，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一只结扎过的母狗，然后那种同步照料啊，对，没有任何一只有结扎，然后我们打压的人弄那边，对，那边很可怕。我们的伙伴上去，光车子吊掐卡在那边，一天吊7台，然后我们一直救车都忙不完，然后每一户的狗全部都没有结扎，所以这边安怎？我们后来在上面待了3个月，把那边扎了400多只。那我们今年有回去的时候，山上的人对我们很反感。他跟我们说，狗都被你们扎光了，我现在没狗养了，说他绝对不要把剩下狗给我们扎，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都没结扎，一直生，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分送，然后我们一口气把他们每一户的狗都扎掉，400只几乎就是全部了，所以他们没有狗养了，所以还剩一点点会繁殖的狗而已，所以。这边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去。你这边安怎甲因沟通讲，你要饲会使，啊，你要顾厝会使，但是你都要有责任感，你安全，你敢有去甲？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政府的角色之后真的要进来，因为我们的员工去呢，有一些他原本听到免费，他乐意就接受；有一些呢，是我们真的有一些员工是特别会说服人的，就是好说歹说、威胁利诱，让他愿意。那最后剩一些不肯的，我们其实跟桃园动保处啊，我们把他们拖上复兴区的深山，一户一户，我们跑了大概10户，这些是原本不肯结扎的，他们看到公家机关去。才愿意，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愿意。那我觉得这个民众应该要落实结扎，尤其像这种山区啦、浅山的地方的家犬更该结扎。其实政府真的做得很差啦，都是我们主动发现去报了之后，如果我不追，对啊，他又不处理，对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应该要要求政府。做心声的吼。陈老师是啊，这是辛苦啦，吼啊，而且这时间来拖足久的啦，吼啊，恁过顶即马看足少年，可能20通会吼，这个年会有啊吼，可能嘛无法度好啊，因为人有限嘛吼，你40个人会使一年会使做偌济，啊，咱即马规台湾的呢，有影咧，狗有了人无了呢。我举一个例啦吼，即马足侪动保团体吼，咧推即个要甲北开即个政策吼，拢用迄个印度吼一个都市的迄个诶例啦吼，啊伊对印度都市咧吼，都市世界啊尔，吼伊差不多比台北市较大些块安尼尔吼，狗啊吼，因较开始做的时候吼，伊差不多雇6万几只狗啊，流浪的啦吼，流浪的，啊差不多做差不多15年了吼，做15年啊，逐年做15年哦，即马差不多减到差不多3万只。啊，佮有3万只，佮另外15年，是
啊，伊就爱去这，因为感觉这足有效，这足有效，所以大家足爱讲。啊，问题是爱看目标啦，吼，咱即马拢无代志，伫都市内底吼，袂有迄狗啊去虐人的啦，去夹鸡仔的啊，去夹野生动物的啊，这15年咱会使等甲等嘛。啊，问题是即马拢离咱拢离野外，台湾的山偌大，台湾四界拢山，台湾四界拢这较迄个较荒郊野外这所在，啊，遐狗啊真侪，遐较真正侪，比都市较侪足侪。哦，所以遐较无人管嘛，遐袂人伊遐搅扰嘛，袂。老师，你刚刚讲的印度迄都市，因是用这个 TNR 还是 TNVR 还是 TNRM 还是 TNSA？ 因用 TNVR 哦，因为加一个做注疫苗，因为印度的小狗病足严重。哦，所以伊个注疫苗，注疫苗，所以伊为着要控制这个小狗病，所以甲注疫苗。啊，开15年，差不多6一半。啊，但是因对着，因为迄是都会型的，是，所以较无这个野生动物的问题。是，伊无野生动物的问题，哎，所以无野生动物的问题，伊都会内底啊，哎，所以伊就慢慢啊介入嘛，就是安尼。吼，这他多啊吼，哎，讲互观众朋友知，即马吼，包括这贵建园长因咧做有 TNR，啊，咱到毋咧做 TNVR 还是 TNRM、TNSA？ 都不是，都不是，因为。这个词汇一般讲的比较是没有主人的狗啦。我们做的，我们其实叫它高强度绝育计划，它是家犬跟流浪犬都要包含的。刚才咧俩滚呼的啦。对，因为家犬你也不是不是放回去啊，你就是跟它主人拿来结扎完还给主人，所以我觉得这些词我觉得不够完整啦。我们其实不说我们在做 TNR，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高强度绝育计划。但是所以我就这个问题来问你哈，这4项你认为无够用，不够，就是恁迄较有效。应该是说看这个词汇的定义，因为在台湾现在大家听到这个 TNVR， 脑中想的都是没有主人的狗，都在想说我们在讨论流浪狗，因为跟 TNR 的讨论里很少会讲到有主人的狗那一片。那么安尼我来问啊，恁在做这个拔起来这个动作的时阵，恁拄着有主甲无主的比例差偌济？我们现在有主人的可能60-70%，我们60-70%，可能30%是流浪犬。对，60-70%是没有主人的。啊，这30%你敢有赞成讲上好爱认养，唔通搁放出去野外去？如果相当程度嘛，当改善这个野生动物的威胁啊。实际上就是连送一只都很难了。我们协会每个员工来上班1年，家里就多2-3只。阿弥陀佛。对啊，就是真的是没那么容易。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你要把一只狗送养啊，你花的心力，我大概可以结扎50只狗。那你送养1只狗，你就解决掉1个。你结扎50只狗，1年它就少生200-300只。那我建议我问这你个人心情的问题，你敢会感觉真忝？我觉得我们自己啊一直有进展，就是1年1年，从我们原本6-7个人，到现在有40个人。原本我连台北市可以做完结扎都不敢想，现在新竹的计划都开始在跑，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进步，所以不会觉得累。来给请教就是讲，恁的协会的目标，是希望唔通阁有流浪犬。对。安尼嘛，吼。对。但是事实上，即摆流浪犬的这个比例，这个高数吼，我看起来是佫无降低。咱来看这吼，这顶头这上头这，202015.5，2022.5，202216万只，就无降低。啊，而且佫亲像头林组长讲，佫乌数一堆呢。你敢会真挫折？其实我们做的北基啊，它这个数字里面有分区。你的意思是讲，北基是恁做会到的，恁就有降低。就是那个农业部的数字可以看到，北基数字是下降的非常明显的。对，因为这个是全台湾，我们现在还没办法顾到全台湾。但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想讲的，其实是政府在家犬的绝育这块啊，我觉得真的是。处理非常被动了，非常被动，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地方，这是真的应该大家一起监督他们，要把这块真的应该要好好做。加欠和对啊，来，林老师。我要讲一下吼，我个另外一个例
咱野生动物去互狗仔咬的，毋那是咱一般熟悉的拉力啊吼，也是山姜啊，像这蛇菇、福蛇菇，全世界嘛是咱台湾的数量。特有种吼，即摆毋是干那特有种尔啦，伊就是真贵的物件啦。你看这狗仔咬落嘛是菇呢，遐尼重的物件，伊毋是要甲食，伊是要甲耍尔嘛。头拄过节目顶有讲着讲家犬有60%的。拔起来的比例，30%是野外犬嘛对吧？这30%是伊掠到的母数内底30%，啊，你毋知讲伊有野外偌济，反射伫野外，流浪犬内底伊可能敢若徛10%尔。所以伊这量，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啦。就是讲，你若假使讲咱规个拔起来即个政策是对的，吼，伊的量袂像安尼一直增加嘛。伊这一直增加，我感觉是用推算的啦，吼。这嘛毋是实际啦，也毋过伊的趋势，伊的趋势就是一直往面顶爬。咱来考虑的问题是后摆造成的社会问题啦。我感觉是安尼讲，卫福部、农业部拢爱入来啊，因为头仔陈老师嘛有讲印度的例，印度因是安那会开遮的钱来做遮，因为小狗病互人挑起嘛，迄是有人命的问题。啊，咱即马咱若讲野生动物，甲这狗仔流浪犬。若相活的时阵，无人甲我保证讲你臭hen肉的病毒甲迄几只人的身躯，无你，因为咱全世界因为小狗病死亡的人内底攻击伊的动物，第一名就是狗仔嘛。狗仔才有这个能力嘛，所以是安那，大家爱去避免这个问题。你毋好讲即马伊是野生动物的问题，倒一天伊变成是卫福部的问题。小狗病得就是为死刑，伊无可能为着伊的嘛。啊，不然无可能等到迄天，即马农业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爱开始面对即个问题啊。因为你伫山区的头仔证明长嘛，承认因去巴林，真辛苦呢嘿。迄你掠着是第一年啦，第二年无互你拔，伊若搁创10只入来，第二年就变40只，第三年就变120只。你这个速度你哪叫会着？你开一年去拔400只，伊3年就等下即个数量啊，第4年就超过啊，所以。这政府无毋对，政府伊是有责任。啊，这山区的是爱先豆豆先去问看嘛，讲咧山区遮下饲狗仔遮居民讲因会配合度有悬无？头仔这拢是过节目讲的啊。有的人我就无互你放，啊，你这要安怎解决？你有爱法律去甲强制讲，你饲狗仔你就爱登记，就爱拔起来，无你袂使饲。咱无咧执行这啊。但老师一开始就讲啊，讲咱拢有法律，咱无咧执行啊。拄着狗仔猫仔就当冤啊，所以。大家拢无去捌即块啊！啊，后手就是国赔愈来愈多啊！地方政府出来等啊，一定是安尼啊！伊即马就是安尼，我即马就是变成讲地方政府伊做就是讲有啊，我有扛人啊，我有咧掠，我毋是拢无做代志啊，只是迄拢是讲实在。车滚入网啊，尔啦嘿。要做互你看，讲我毋是讲该作为啊，未作为，我袂去用监察伊去讲嘛，对无？所以这。后手嘛是政府的力量嘛是爱入来。好，讲到这政府，我相信三位拢有这共识。咱来看这图表，政府如何解决的流浪动物啦，吼，这饲的人的责任啦，啊，宠物的产业的管理，吼，加强动物利用以及虐待的伤害的罪嫌啦，吼，刑事的责任啦，各县市的动物保护检查员，老师。你感觉上重要，即摆马上爱执行的是啥物物件？爱趁这个机会讲政府知影，我相信伊应该知影吧。就主人的责任啦，主人的责任爱顾好啦，伊爱有负责任啦，啊伊也无负责任，是要哪甲罚啦？哦，这是我感觉最重要的吼。啊，讲到咱顶礼拜迄游行啦吼，为定来咧讲野生即阵仔时间吼，野生动物保育啊甲动物的保护啊，两个敢若有咧相骂安尼吼，两个咧骂来骂过去。我两个团体吼，拢足关心动物的，不管是野生动物还是狗仔还是猫，一般的动物拢是安，伊有共款的目标。啊，共款的目标是啥？动物活会好嘛，活会欢喜嘛，活会健康嘛，对嘛？所以这有两个团体吼，这两个无共的，人咧讲阵营吼，大家做伙，大家合作做伙。到底想办法？对，开始个说政府吼，该做你都爱去做。你莫伫边仔徛伫边仔无代志，就看你两个冤家安尼就好啊。你两个爱合作伙较熟，哦，这你爱做的代志，你拢无做，你这咱动保法已经过遮久啊。无好好执行，嘿，拢无咧做这项工作。
啊，到即马你想要饲，你就去饲；啊，你想要等，你就去等。哦，无迄个代志安尼。所以伊个主人吼，主人的责任最重要。该顾好，也第一爱教育吼，另外一个该发的就爱发，还去刑责。对，是。郭政就。我也是觉得最重要还是家犬要好好做好绝育的这一块。那我现在看到的是地方的动保机关啊，他们里面的人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民众的抱怨，但是其实民众的抱怨都是下游，你就是因为上游这么多家犬没结扎，然后狗乱放乱丢，所以不管是虐待动物的案件、狗骚扰人的案件就越来越多，那他们就一直在处理最后的，对他们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是专责再去管家犬的绝育，甚至连宣传都没有。我到现在几乎没有碰过任何一个人不久，他医生啦不久嘛，对他们都不知道家犬需要绝育。来，组长啦，我感觉这四个问题吼，你会感觉讲哪有时光错乱啦？这早期动物保护法一开始就有啊，你即摆搁开出来，这等于是，这我唔知这政府讲要修法这个物件是毋是有小可爱搁去认定无？第一点，强化这事主的责任，这本来就是事主的责任，本来拢一定爱做，本来第一件就爱做的。你其他第二点、第三点，迄拢还好啦。啊，第四点你第一点你无管好好，第四点你就拖西人，一定是大家拢爱开时间来嘛。所以这第一点做会到，做会到，就是阿弥陀佛。感谢。